大家好，歡迎返到嚟香港名人傳記讀書會。1964年，年僅21歲嘅楊受成啱啱成家立室，雖然讀書唔多，但仍憑住極敏銳嘅商業眼光，知道家族喺上海街嘅小表行已經去到極限，如果要做大，就一定要打出彌敦道。佢鼓起勇氣向老父開口借咗足以買幾層豪宅嘅20萬巨資，租低霍英東家族嘅地鋪，創立天文台表行。但就喺開張前2日，用重金請嚟剪彩嘅邵氏超級巨星凌波，竟然突然話要改期唔嚟。眼見請帖派晒，各大報紙廣告都出晒街，一旦失約就會變成拆台表行。年少氣盛嘅楊受成竟然一個人單槍匹馬殺入清水灣邵氏影城大鬧，究竟呢場開張大危機點樣化解？他又點樣同邵氏傳奇人物周文懷結下半個世紀嘅江湖情誼？一齊即刻進入今日嘅精彩章節。爭氣，楊受成第4章第1節。1964年在香港的歷史上是祥和的一年。2年前香港爆發風災，颱風溫帶正面掠過香港上空，香港掛起10號風球，海浪捲起10幾尺高，死難人數100餘人。內地的難民曾經翻山越嶺而來。1962年充滿天災人禍的動盪，得到當時的香港政府決斷而有效的處理。60年代初期，香港與一河之隔的神州大陸命運相應，人民的災劫雖然規模不同，但也有點相似。到了1964年，卻是大局初定，香港走出了颱風和難民的小亂世，百廢待興。由於美國正式參與越戰，東南亞的經濟政治佈局出現巨變，對於香港，這是開埠110年來難得的黃金天機。1964年，日本東京舉行奧運會，為了舉辦奧運，日本50年代的經濟衝刺和起飛，這一年到了成熟和輝煌的收割期。日本國民走出了原子彈爆炸的心理創傷，在科技和家庭日用品方面，也不再停留在模仿西方商品的低下階段，出現了自己的創意發明。日本人一向對香港有好感。60年代初期，日本的東寶電影公司還來香港取景，首席小生寶田明與香港玉女明星尤敏合演了1兩春日港的跨境愛情文藝電影，一出叫做《香港之夜》，另一出名為《東京之夜》。在戲裏，一對異域情煙，學住美國片蘇斯《王的世界》那樣，千里姻緣一線牽。電影透露的信息，卻是日本人對殖民地中的英國意識深表佩服。尖沙咀的鐘樓、最高法院的古羅馬建築，還有荷里活電影《生死戀你》的中國豪門庭園古宅，都令日本消費者在迷。此時，在香港的鐘錶市場也暗生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東京世界博覽會需要有自己的品牌計時。日本的鐘錶業19世紀末以瑞士為師，到了戰後，其精密的構造和創作的心思卻又後來居上。以瑞士為競爭者，日本手錶2大名牌星辰錶、精工錶60年初迅速崛起。雖然其品味和裝潢的地位無法與瑞士鐘錶的貴族色彩匹比，但日本人很聰明地走向通俗市場。戴手錶已經不再是有錢人和知識中產階級的專利，下層的勞工也有戴錶的人權。1964年，楊受成打擦邊球，罕言越界，人仰馬翻，奉子成婚。這年他剛好21歲。雖讀書不多，那時香港的報紙也沒有分析天下大勢的深層評論，但憑一股對社會氣氛敏感的直覺，楊受成隱隱感到世界在變，東亞在變，就像手錶殼打開，幾個齒輪一動驅動，一環運轉也扣轉另一環，一場巨變即將來臨。也許與鐘錶為伍多年，楊受成在學校別的道理聽不進去，獨是老師說的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這句話別有職業的深層次感受。世界的步伐就在滴答滴答聲的分針秒針齒輪咬磨之間流逝了。一心以為以不變應萬變的父親，還是穿着傳統保守的西裝，天天坐在店鋪內看街頭夫等上游的顧客。楊受成心焦如焚，世界在變化，父親卻守成有餘，創變不足，
老人家帶點迷茫的視線和眼神，只游離在成安記表行門前一條車水馬龍的上海街。但上海街之外呢，還有彌敦道，還有郵輪和貨輪遷返，共舉萬圍聚集的海運大廈，還有尖沙咀，還有中國南海，還有中南半島和太平洋。這幅氣魄萬千的偉大場景，父親眼色茫然，視而不見。對於國際的認識，父親的趣味似乎只限於九龍幾家戲院，如大華、快樂、普慶、新華、麗思、百樂門等上映的首輪和次輪荷里活電影。他沒能在西方的電影裏看出一個風起雲湧的世界。然而，對於看電影，楊受成看出了不一樣的名堂。為什麼西片的製作比粵語片和國語片浩大而嚴謹？為什麼荷里活電影的題材，從古羅馬的賓虛和埃及妖后，到中世紀的劫後英雄傳和萬世英雄，還有許多愛情文藝小品、希治閣的兇殺懸疑，加上比利懷德的小資產階級戲劇，西方的世界為何如千紅一忽、萬艷同杯、繁花似錦、綺麗多姿？就像電影的品種選擇折射到自己那間家族的小表行，楊受成頹喪地發現，成安記的玻璃櫃子雖然伙計和自己都辛勤，日夜揩抹，地板打掃得很乾淨，但玻璃櫃子裏的手錶品種來來去去只是粵語長片的那一兩種寒酸戲碼，完全缺乏荷里活那等千萬金元的帝國氣派。要命的是，父親對此懵然不覺。他畢竟是潮州的一個船夫和村民，看不到農村之外一片藍色的海洋。楊受成結婚結得匆忙，對於自己與任萬寧在舞會結識並搞大了他的肚子，父親大發雷霆，然後母親挺身相護而奉子成婚，此一人生的大變局。一場日本戰後從貧窮至經濟起飛之脫胎換骨，實在目不暇給，來得太快了。新婚妻子的肚皮日漸圓隆，像一個孕育住生機勃勃的地球。楊受成看住任萬寧的肚子發呆，那裏面的一團生機是一個什麼樣的明天？因為情不自禁的婚前性行為，父親打了自己一頓。這一年，楊受成20歲。20歲的兒子還要惹父親拿起雞毛掃教訓，一半是恥辱，雪花蓋頂的一通鞭子，竟如佛家醍醐灌頂的當頭棒喝，打出了閃電般的頓悟。其實此一頓悟也經歷了2-3年的孕育。楊受成雖然跟着楊官利一干人進出酒家歡場，卻沒有把時間都花在聲色方面，觥籌交錯之間，口腹之欲的同時，楊受成也開動着大腦，不斷思考。這一天終於咬咬牙下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他這許多年在街頭風塵僕僕，九龍半島的地理形勢早已通盤透徹，格局在胸。罕見成安記屈居上海街，始終像南宋小朝廷偏安杭州，要擴建成大唐帝國的基業。成安記只是一個陪都的格局，一定要另找一個長安。楊受成早已留意，在彌敦道和窩打老道的交界，新落成一座大廈，大廈的地鋪有1400多尺。新大廈在街上豎了一塊招售的廣告板，仔細一看，原來發展商正是半條街之外新蓋建不久的立信大廈幕後的霍氏家族霍英東。多方打探之下，楊受成悄悄與發展商接上了頭。地產公司經理名叫霍寶生，是霍英東家族的一個成員。霍寶生3年前還當過香港足球的華聯隊領隊，很明顯是因為霍英東是個足球迷，踢足球只是業餘嗜好。霍寶生還在台前替霍英東買賣房子。當年霍英東在香港銅鑼灣利園山蓋了一幢蟾宮大廈，樓高18層，在地產界不但提升初試，也令商界為之側目。霍英東搞地產最看重通衢大街的戰略地點，蟾宮大廈在香港島禮頓道和恩平道交界，九龍窩打老道和彌敦道499號的這一處，霍氏也看中了地理上是兵家必爭之地，一口氣買了下來。年輕的楊受成對霍英東略聞大名，還不知道山高水深，
找上霍寶生一問價。霍寶生說：這個地鋪面積不小，若是用來做生意，左青龍，右白虎，車塵滾滾，人煙滔滔，絕對是個龍騰虎躍的吸水大局。一口價沒有減40萬元淨。楊受成一聽，傻了眼，自己的家族店鋪近來雖轉虧為盈，哪來這筆巨資？心念電轉之下，跑到銀行找相熟多年的經理面談，左求右告，銀行經理做不了主，打了幾個電話請示總部，把成安記的賬目10多年來又翻出來細查一遍，最後達成協議，先交10萬訂金，要自備10萬開店成本，銀行只能借貸10萬，30萬分期付款。這一筆之中20萬毫無着落，想來要向父親開口，父親不一定有，老人家也要向外籌措了。楊受成到父親的房間敲敲，楊成這天正在午睡，看見兒子一臉凝重之色，也有點不明所以。阿爸，我有點話想跟你說。楊成看見心知不妙，眼前這個兒子在父親的心中從來沒有長大過，荒廢學業，性好混耍。父子倆20年來雖然風雨同行，卻從來沒有互訴過心事。楊成示意兒子坐下，自己坐在床邊，翹起二郎腿。阿爸，我想向你借20萬。楊受成咬咬下唇，鼓起勇氣說出了生平最有勇氣的一句話。父親一陣沉默，到底經過風雨，對於錢銀借貸之事也早已習以為常。上門催債不是大頭，借就是銀行，還有洋行的大群債主，自己花錢如流水，錢借出去的也有上海徐、楊官利等之類，倒萬萬沒想到，連兒子也向自己伸手板，而且一開口價目嚇人一跳。楊成沒答話，一隻稍為顫抖的手往飯桌上抓了一包好彩香煙，抽出一根。這一次，楊受成沒有主動向父親點煙，鎮定地正坐着。楊成自己把煙點燃，向空中呼出一口。20萬，受成，你知道可以買幾擔米、買幾打手錶、買幾多幢房子嗎？1964年香港的樓價，一棟獨立的洋房在渣甸山售價約6、7萬。旺角尖沙咀有許多10層8層的洋樓落成，一座6、7百尺的小公寓只要3、4萬，20萬元現金就是4、5個豪宅和中等房產的總數目了。楊成心中暗忖，這個衰仔，想不到真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幾年還清了債項，現金周轉大順，也由於楊受成街頭闖蕩，略有斬獲。成安記從內向型的經營轉型到外向的格局，外國遊客一波波的上門，這才反虧為盈。手上的現金20萬元勉強籌措一點，當無問題。心想不如利用這個機會當一回監考官，看看兒子有何大計。阿爸，我在窩打老道和彌敦道交界看中與新建的一幢商廈的一個地鋪，陽光通猛，地點便利。我想在這個戰略地點另開一家標行。我們成安記在上海街做了20年，這幾年不但有起色，而且漸入佳境。楊成噴一口煙霧，慢吞吞說：俗話說創業易，守業難。你把我們這家店鋪做好就是了，因何要往彌敦道上擴張呢？阿爸，寧有所不知了。楊受成伸直腰板，兩手放在大腿上。世界正在變化，鐘錶這一行，我觀察多年，也到了轉捩點。這幾年，我帶住西洋人和東洋人來成安記大手採購。我們家的生意在阿爸李英明領導下，我聽取你的訓誡，做人要爭氣。雖然讀書不怎麼樣，到底皇天不負有心人，我總算爭氣，替楊家打拼了一片江山。楊成聽了沉默不語。眼前的兒子畢竟長大了，21歲就結了婚，成家立業也到了新階段。兒子說的一番話，給自己戴了頂高帽，綿裏藏針。意思就是成安記起死回生，完全靠他這幾年在外轉型奔波。言下之意，這幾年我這家小店賺來的錢是他在外面打回來的。既是如此，何妨借花敬佛，給他一個縱橫四海的機會？想了半醒，剛過了一支煙的片刻，
把煙屁股在桌上的煙灰中壓熄，口中吐出低沉而果斷的一個字：好。釀成一個好字，楊受成得到一生以來最重要的一張批文。楚言起行，早已看中彌敦道499號那個1400尺的鋪位，馬上跑到霍寶生管理的立信置業面談，怕慢了2拍，讓別人捷足先登，把店鋪定下來。霍寶生也是個爽快人，看見楊受成這個小伙子如此朝氣有魄力，衝勁驚人，那麼快就解決了財務安排，頓時對這位年輕人刮目相看。一個下午，條件敲定，店價40價，首期即付30%，即12萬，分5年付款，每月分期付5000元。當時還沒有銀行像今天那樣做樓宇按揭，楊受成要把錢直接交到立信置業的辦公室。有了自置物業，加上附近比油麻地上海街實在優勝得多，楊受成鬆一口氣，站在彌敦道和窩打老道交界，看着熙來攘往的交通車龍，倚着欄杆，心中像有一輪紅日升起。店鋪問題解決了，快馬加鞭，籌備開張事宜，找設計師繪圖、登廣告，聘請店員，向代理商訂貨。這一切由於操作成安記多年，諸事駕輕就熟，加上新婚妻子任萬寧身兼秘書和貼身助理之職，一天幫忙打10幾通電話，接通這邊的線，也談妥那方的合約。婚後不過2個多月，蜜月旅行也沒有，馬上投身事業。塵埃落定，準備擇吉開張。新店叫什麼名字？這個記那個記的家族式加大排檔風格的傳統中國小店名，注定不可能發揚光大。為新店取名，第一要有氣派。楊受成想到電台報時常以香港天文台為準，加上瑞士出產的鐘錶，不論牌子，必定由日內瓦的貝桑肯天文台 Besançon Observatory 負責測試機件的精密程度，都要貝桑肯天文台發出精確證書。各種牌子手錶提交給在日內瓦的這家天文台，由專家審批，測試期長達45天。打開錶殼要試5大機組，還要在寒熱2種不同的溫度，程序繁複。瑞士天文台做事一絲不苟，嚴謹精密，沒有貪污也走不了後門。一旦由天文台發出證書，國際認可，這就建立了一國尊貴的名牌。不必多想，與妻子商量了一會，決定叫天文台錶行，然後請玄學家幫助翻閱通勝，擇吉開張，選好了日期，為壯聲勢行色。除要買1寸幾層高的鞭炮在店門開光，楊受成腦筋靈活，想到明星效應，要請當紅的電影偶像來剪彩。1964年最紅的明星是國語片《花旦凌波》。1年前，凌波落地主演的黃梅戲《梁山伯與祝英台》，導演李漢祥，美術胡金銓，邵氏巨製，不但在香港大收旺場，在台灣也買了滿島的通紅。凌波是閩南人，本來的藝名叫小娟，又名君海棠，在台灣早年唱歌仔戲，後來到香港投身邵氏，憑李漢祥這華黃梅戲《呂凌波》一曲，山伯臨終，哭倒了港台和南洋，成千上萬提着手捐進戲院，感情脆弱、肝腸寸斷的家庭婦女。凌波反串梁興歌，豐神俊秀，華彩飛揚。穿一件淺藍色的古裝絲綢書生服，手揚一把折扇，迷倒了許多閨中寂寞、被老公遺棄在一角的中年女人。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上映，不但總統蔣中正和夫人宋美齡特別在士林官邸觀看，大為讚賞。由於凌波唱安徽的黃梅戲慘伴了一點閩南口音風格，台灣觀眾大受觸動，有幾個老太太掀起了鬥看梁祝的比賽，一個看了108次，另一個看了150場，看一回灑淚一次。經台北到高雄，哭崩阿里山，淚淹日月潭。凌波成為中國大陸以外最紅的流行音樂天后，何不向邵氏公司情商，借用凌波來剪彩？一封紅包請付幾何？打探之下，楊受成大手一筆付5000元。公司和凌波怎樣對策，不必追問，
楊秀成通過朋友與邵氏公司一名行政副主任接洽，對方滿口答應，一拍胸脯談妥價錢，一切包在自己身上。楊秀成滿心歡喜，部署開張事宜，連接送寧波的專車時間也安排妥當。不料開張前2天，這位副宣傳主任一早來電，在電話那一端初疑支吾以對，繼而打開天窗說亮話，斬釘截鐵告訴楊秀成：對不起，寧波這幾天拍片繁忙，抽不了空，無法離開片場來剪彩。楊秀成老製轟地炸響了，請帖早已寄出，酒食也已預訂。全版廣告在各大報章刊登了大字標題，通告天下：寧波小姐來剪彩，還怕各報娛樂版記者忘記。一再電話叮囑，楊秀成和任萬寧覺得請到寧波來天大面子，特別關照自家的至親好友、新法書院的同學、影迷，記得來捧場與大明星合照。現在那位副主任一個電話，一切泡湯，一張面皮往哪裏割？楊秀成年少氣盛，割下電話，馬上驅車飛馳到清水灣道的邵氏影城，問到這位先生的辦公室在何處，怒氣沖沖。這位先生沒想到楊秀成親自來大馬閂門，期期嗌嗌解釋理由，說與自己無關，推得乾淨，一切都是主任蔡永昌的決定。楊秀成一聽，火氣更大，硬崩崩的醜假，效果不大，換一副軟弓，看看行不行。楊秀成把印好的請帖奉上門前，哀求對方無論如何放一馬，不然生意開了一個無信寡義的頭，天文台標項就會變成拆台標項。但這位主任還是耍手擰頭，兩人正為此事拉扯不休，臉紅耳熱，一個身材矮小、頭頂半禿、鼻梁架着黑框眼鏡、笑眯眯的中年知識分子出現在眼前，高聲問：什麼事？來人原來是邵氏高層邵逸夫的另一心腹周文懷。楊秀成見周文懷一表斯文，大概會講點道理，幾乎沒向周文懷下跪叩頭。周先生，你是個明白人，也是個事業家，一看就知道你知書識禮，一定能主持公道，替我們做小生意的小民申冤。做生意誠信第一，開張第一天，我失信於來慶賀的社會賢達，如果周先生在我的處境，怎麼交代？情何以堪？請設身處地為我楊某人想一想。周文懷笑眯眯，聽他說完，點點頭，仰首向早就垂首，恭立在一旁的副主任吩咐：楊先生，這番話說得很有道理。我們邵氏公司君子一言，快馬一鞭，答應了人家的事，務必履約。就如同出品的電影，南洋那邊的戲院已經排期上映，拷貝沒送到，或者片子居然還沒拍完，公司也要賠錢，你說對嗎？看見上司沒站在自己這邊，副主任一張臉漲得通紅，連忙分辨。可是寧波正在拍新片，還在趕最後2組戲，這2天忙住穿盔甲練英槍。拍攝日期早已排好，燈光、攝影、化妝，一幫伙計天天在催，導演也在施加壓力。寧波他離開片場一個下午的廠期就要推掉，請來的臨記通通要付錢，導演也大發雷霆。周先生，這事我管不了，你說怎樣辦呢？周文懷聽了面露兩難之色，沉吟半晌，又滿面堆笑，向楊秀成說：這位小哥，他說得也有道理。我們也有我們的難處，你知道拍電影工程浩大，不是在街上推一檔雲吞麵。不錯，零是預訂了，我們確要送貨交人。但拍戲這一行可是偏門，天有不測之風雲，連上帝也不敢打保票。但是君子一言，快馬一鞭，這樣吧，讓公司商量一下，你先回去，留下電話，這件事我親自來處理。楊秀成聽了一呆。親自處理有沒有結果？周文懷拍拍他的肩膀，放心吧，先回去，我自有主張。周文懷是廣東人，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英文流利，早年曾在美國新聞處和虎報工作，是邵氏公司的文膽和軍師。
楊受成多少在報紙的娛樂版聽過他的大名，想想既然周文懷一臉成竹在胸的樣子，恐怕不會哄騙自己。果然，第二天清晨，周文懷的電話到了，寧波的檔期改了，沒有問題，明天吉時一定準時來。楊受成大喜過望，向周文懷連聲道謝。天文台表航如期開幕，一串長鞭炮噼噼啪啪，好像新年一般。寧波的汽車來到，引起街頭坊眾圍觀，交通阻塞，一陣騷動。寧波搭住婀娜蓮步，一襲旗袍，一隻名貴手袋，如陽光般的笑容，猶如火樹銀花般。顧盼生枝，提起金剪，大剪一揮，替天文台剪了彩。大門外的工人攞着香，馬上燃放鞭炮，一陳霹靂亂響，火光閃爍，落下一天的紅雨，頓時滿堂吉慶，賓主大喜。楊受成這一天穿一套西裝，還刻意挑了他最鍾愛的白色，配一個煲呔，像又做了一回新郎哥。在掌聲之間，心頭大石終於放下，暗想昨天若是未曾爭取到，就幾經放棄，焉得今日之風光。幸虧遇到周文懷，壓倒了那位宣傳主任。可見人生柳暗花明，有時看似最後關頭，絕不可放棄希望。但轉念一想，周文懷滿懷信心那個樣子，明明當時他就能解決了，為什麼還叫自己回去多等一天，才打來電話親自判決上訴成功？當時一團狐疑，想不明白。這正是海派生意人城府高深之處。若知道成功的果實不那麼容易得償，製造一點懸疑，讓你欠下人情，永遠記得是那個高人，關鍵時候幫了你一把。天文台表行開張之後不久，周文懷果然邀約飯局。楊受成欣然赴宴，周文懷談笑風生，二人更商討日後合作大計，談及邵氏公司支持配合天文台表行所有宣傳計劃。自此，周楊兩人成為好友。風波之後，化干戈為玉帛。周文懷早年在上海讀書，一套海派作風早已玲瓏通透。直至1968年尖沙咀英皇鐘錶珠寶開幕時，楊受成亦邀請寧波剪彩。其後不到6個月，周文懷就帶了來訪的日本武俠明星、盲俠電影系列的主角勝新太郎，還有剛進電影圈不久的玉女苗可秀，一齊光臨英皇鐘錶珠寶。當年勝新太郎走紅東亞，一出盲俠艇星劍在香港上映，票房滿堂紅。勝新太郎當然不是失明人士，在銀幕上扮演盲俠，眼白一翻，眼皮顫抖，銀光一閃，劍光出鞘，觀眾大聲叫好。勝新太郎來了香港，雙目朝刺發光，街上行人奔走相告。周文懷為新開的英皇義務奉送了一場宣傳活動。勝新太郎在英皇鐘錶珠寶左看右看，掏腰包買了2隻名貴手錶。楊受成也投桃報李，送了一隻資拍標級隨行的苗可秀，雙方皆大歡喜。事隔40多年後，楊受成與周文懷在飯局相遇，周文懷早已退休，往事仍歷歷在目。二人當初不打不相識的經過，敘述相逢，哈哈大笑。一點點辦公室政治，化解了楊受成年方21歲初出世面的一場不必要的誤會。1997年，周文懷脫離邵氏，拉了何冠昌、蔡永昌另組嘉禾電影公司，創業作獨臂刀大戰盲俠。是不是從楊受成這個少年盲俠冒失鬼衝上門來尋事端的靈感啟發，則不得而知。周文懷幹練老道，作風四海，頻頻舉杯向楊受成殷殷勸酒。一再為寧波事件引起的不快和煩惱向小東致歉，反倒令楊受成覺得不好意思。是夜賓主盡歡，楊受成近年和一眾大街籌造交際，幸好早就練就了一點酒量，何況當夜如同是一場周文懷向自己道歉的鴻門宴，道理在自己這邊，當下盡情暢飲，酒到乾杯，賓主盡歡，楊周兩人也結下了半世情誼。本集到此為止，多謝觀賞。喜歡本節目朋友敬請 like 及 share，
並請立即訂閱頻道，以免錯過其他精彩節目。